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前2日啊，我去阮知己的遐，这原来出名的播音员，伊的名原来一日国，甲我共国的。结果去到位坐落，伊无精打采。我讲斗阵的，当你是安那？伊目睭甲我nhìn一个，讲国精啊，你阁敢来？昨暗阮某甲我骂一骂，当时安那？煞毋知影你著去学话。吼，讲到即句学话，就是啥？就是今日你甲国精啊讲的话，我搬去互别人听，安尼叫做学话。我讲无啦，我哪有学话？啊，我昨毋是甲你讲，阮某若伤假笑，我敢甲伊冤。我讲对啊，啊，我著甲嫂啊讲吼，某钱带饼换的吼，伤假笑吼，站。哦，阿国啊讲国精啊，你这毋是学话尔咧，毋是甲话搬过尔咧，你搁家己吼加油添醋，安尼叫做生话呢？对。生话甲学话无共哦，学话就已经无介好啊，生话就是做谣言啊哦。国精听到阿国甲你讲某吼，若伤歹，我敢甲伊冤，我呢加甲足济味素拢总掺落的，变做某钱带饼换，伤假笑站。当然啦吼，这是查甫人咧拼行情的，无影啦，时代咧转变，即马上敢讲某钱带饼换，对女性当然是一定爱尊重咯，拍某就猪狗牛哩。结果阿国讲，就是因为你即句话，甲害甲昨暝我罚跪算盘啦。结果我甲阿国讲，斗阵的，啊你转去甲恁某讲国精啊讲毋对啦，某钱带饼换啦，伤假笑站我是应该啦。我本来讲要站某，毋是啦，倒头讲啦，某钱带饼换无毋对，伤假笑站我来甲我站应该。我阿国笑出来讲，斗阵的安尼你有影咬冤话，冤话甲生话又阁无共啊。生话是造谣言，啊冤话是啥？就是讲吼，本来是兵即世，但是咱话甲兵翻头，讲安尼颠倒兵，原来咱有在条解说，安尼叫做冤话啦。讲当甲转过来使叫做冤话就对啊。安尼吼，斗阵的我算够讲话啦吼。好，你毋若够讲话，阿国甲讲，你阁够轻功。即句轻功就是啥？就是讲吼，做淡薄仔表现，就来遮品，来遮点，来遮讨功劳，安尼叫做轻功。这吼，无论学话还是生话，还是冤话，还是轻功，拢是甲讲话有牵连的台语的用词，搁真甲扣搭做伙，啊，甲讲做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互所有好朋友来做参考。咱互相来研究了解讲，台湾人是来教讲话，台湾话是来有内涵，搁再真艺术啊。